5月份，咱捌報道過，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發生了偷翕的案件。這嫌犯是一名中年男性，鑽入去查某便所內底啊，去偷偷安裝偷翕的鏡頭。警方調查才發現啊，這顆變態不止佇這間內底咧裝爾，伊過去佮捌過去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4月到5月，竟然連續3遍秘入去查某便所，攏安裝偷翕的鏡頭啊！北藝大學的人員提前測設備，甲便所的每一角攏掃過，確定敢有互人安裝監控的攝影機。像這個角落這邊是個角落這樣子，每一個邊角攏詳細看，就驚有看袂到的鏡頭藏佇內底。而這呢，頂真成為北藝大查某便所嘛，互發現是偷翕的受害者。啊，那嫌犯到5月寄出的國北教大偷翕案是同一個人。為什麼要偷拍啊？拍多久啊？國北教大偷翕案嫌犯通緝啊，警方看相關的畫面，發現北藝大嘛受害。嫌犯選擇咧後園對外開放的藝文生態館1樓的便所，分別佇咧4月到5月3屆到查某便所安偷翕的設備，大概攏選佇咧半暝閃靈條，隔2天透早才把設備提走。有類似這樣的事情之後，我覺得我到各種的公共場合都會特別警惕，對，因為你完全不會知道，就是這個公共。不管是捷運站或什麼等等，或是外面的餐廳等等，就是你那些地方的廁所其實都是蠻開放的。根據警方的資訊，後方判斷受害人數可能有10到20個，除了配合調查，後來嘛加強相關場所的巡查。原本清潔人員上無1天2屆，逐個月無定期上無請專業人員來檢查1屆，今嘛愈來愈接請專業人員來巡查。警方告訴我們說，資料並沒有外流，請同學放心。除了1天2次之外，還會由專業的人員進行，也是不定期，但是頻率會很高。檢查部分，特別是女生廁所、性別友善廁所，還有哺乳室這些部分，我們會加強檢查，配合調查，加強巡查，就是莫閣予人找到人旁有機會，更加保護校園的師生無受威脅。